各位朋友你好，我係 Ken Tai。咁啱啱過咗去，琴日財政司由新一年嘅預算案發出喎，咁你有好多紓困嘅方式，又或者咧對我哋打工仔有好多新嘅稅項優惠，譬如係加大咗我哋嘅免稅額度啦，供養父母嘅免稅額啦，祖父母都有喎。咁至於其他嘅優惠咧，大家可以睇翻相關嘅報導啦。咁呢度咧，我就分享一下咧，對於每年一度嘅財政預算案，咁我哋都好期望有啲咩新嘅政策可以幫到我哋納稅人。咁但係好多朋友原來咧都唔知道2019年咧政府已經做咗一啲好好嘅財務嘅安排，令到我哋香港人如果為自己將來退休生活做一啲預備咧，佢係預備咗扣稅嘅年金或者係可扣稅嘅自願供款強積金呢兩個產品嘅。咁呢度咧，阿 Ken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幾年嚟見到朋友選擇呢啲產品時候嘅考慮同埋佢哋嘅安排啦。咁首先講下乜嘢係扣稅嘅年金呢？咁其實佢係一個延期年金，由自己而家開始買嘅時候，只要係每年嘅3月31號之前交咗出嚟嘅保費就可以報喺我哋嘅稅表上邊。咁稅表裏邊有呢一欄嘅喎，咁大家會見到，當你入呢個數字入去嘅時候呢，可能你會入3萬、5萬、6萬咁樣，咁佢就會供幾多就可以喺呢個財務年度呢扣幾多嘅財務寬減㗎啦。咁至於如果你話我想供7萬、8萬、9萬得唔得呢？咁你要留意啦。咁如果你係單身嘅話呢，咁佢會巴到呢落去6萬蚊就會停咗喺嗰度。咁所以你供多啲係冇問題嘅，俾自己退休用。但係如果你係結咗婚用夫婦兩人報稅嘅時候呢，你可以聯合報稅呢，咁就加埋有12萬嘅額度可以去用。我都擺咗喺資訊欄裏邊，2025-26年究竟嗰個電子報稅可以預計一下大家嗰個嘅交款情況係點樣樣。有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 TVC 可扣稅嘅自願性供款強積金。咁呢個同大家平時嘅強積金咧平台係一樣嘅，但係咧你就係可以每年按住你嘅諗法，用呢6萬蚊嘅額度啦寫落去。咁寫落去之後咧，可能你供完嗰個款項，仲可以揀你自己強積金供應商嘅平台，譬如佢哋有歐美啊、亞洲啊、中國香港股票等等等。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去臨近退休，佢只係為咗想慳稅咧，佢好想保守嘅，咁佢就會擺喺保本基金裏邊。咁喺裏邊咧就只係收一啲簡單嘅利息，咁可能1-2年之後自己退休65歲就可以攞翻嚟啦。咁呢一個 TVC 戶口咧，就要特別留意，其實佢係同所有嘅強積金嘅運作一樣嘅喎。咁所以基金暴露嘅風險啦，攞錢嘅要求或者係攞錢嘅手續咧，都係完全一樣嘅。咁再加上之前同大家分享過，我哋有積金易平台啊嘛，咁嗰度上邊咧仲可以幫大家咧管理呢一個嘅 TVC 戶口。咁所以大家到時攞住個手機 app 就可以睇到佢嘅表現同埋做一啲基金分配啦。咁正常嘅朋友咧，佢可能會揀一種或者係2種都揀。咁所以其實呢個組合上邊咧，仲有好多款式可以去討論同埋探討嘅。咁所以可以約下我哋啊，喺每年嘅3月31號之前就最好咧先了解清楚同埋作出供款。咁呢個稅務年度咧就可以為你哋慳到啲稅噶啦。至於個人嘅稅務情況都唔同，有請教你哋嘅稅務專家，咁我哋就可以俾一啲基本資訊，等你哋可以傾嘅時候有啲基礎啦。咁2019年到而家咧，總共大概有6年嘅時間啦。咁好多朋友有用到呢一個稅務優惠咧，假設佢真係攞最高嘅慳稅組合，可能佢係供6萬蚊嘅退稅年金，或者係可扣稅嘅自願性供款強積金。6年落嚟，假設佢係每年慳到最高稅階係10,200蚊嘅稅項嘅話咧，咁呢6年總共已經慳咗成6萬幾蚊噶啦。咁假設我哋嘅朋友佢有20-30年嘅工作年期，咁佢越早知道呢一個扣稅安排可以慳到嘅稅金，乘20年、乘30年，嗰個就會一個好可觀嘅數目啦。退稅延期年金佢亦都叫做 QDAP 啦。咁喺裏邊有一樣嘢要特別留意嘅咧，就係產品設計裏邊其實佢係想中長期嘅儲錢，咁所以佢係分5年期或者10年期嘅供款。咁樣當中咧 commit 咗之後，呢5年、10年就要供噶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佢要諗清楚自己適唔適合參加呢啲少少長期 commitment 嘅產品。至於 TVC 可扣稅嘅自願性供款強積金咧，比較有彈性，咁佢中間咧就可以供又得，唔供又得，可能個薪俸稅又唔使交咁多咯喎，咁佢就唔需要擺錢入去，亦都可以。咁呢個彈性度咧就比較高啲。咁不過擺入去嘅錢同所有嘅強積金投資一樣，都係要揀選基金組合類別嘅。咁當然可以選擇政府嘅預設投資，或者我哋公司有一啲叫做自動導航嘅功能。咁大家都可以了解下邊一個組合嘅方式最適合自己。咁今日講住咁多先，下次再見。